太黑磁石仲有啲乜嘢隱藏嘅功能？好多人問我，Peter Sir，太黑磁石幫助舒緩痛症啦，但其實咧原來佢仲有幾個好多人忽略咗嘅隱藏功能。第一原來佢可以幫你咧提神醒腦啊！如果你成日覺得哇好攰啊，冇精神啊，戴住太黑磁石會有種輕微嘅電流感喎，好似幫你咧重新開機。第二提升嘅氣場流動。當你覺得人啲濕濕地咧運氣唔係好順咧，其實可能係能量流唔通。太黑磁石就好似幫你疏通經絡，令你整個人咧順翻晒。第三，負能量出街見人啦，翻工如果受氣啦，啲負能量纏身喎。太黑磁石亦都可以幫你做咗個保護罩，冇咁容易受影響。最後一樣，好多人唔知嘅，佢可以幫助你集中精神啦、讀書啦、工作啦、做決定嘅時候，帶住佢會清醒啲，冇咁容易分身。記住，水晶唔係神仙但係用得啱咧，真係可以幫你咧加持生活。水晶睇過 Peter Sir，唔會帶到污水水。